建榮地基今日成功上市，標誌住咧集團咧個發展咧將邁向新嘅一個里程碑。2015年11月11日，建業建榮由建聯集團分拆上市，踏上咗全新嘅里程。建業建榮旗下3大成員建榮、專達、永豐各司其職。建榮於1994年創立，始終扎根香港，憑住穩健嘅工程質素以及合作務實嘅態度，贏得業界信任，客戶遍及各公私營機構。自2015年上市之後，建榮專注大型工程，完成多個複雜嘅地基及地盤平整項目。建榮更於2023年獲納入發展局地盤平整承建商名冊，標誌住我哋能夠參與更多公務工程。專達專注鑽探及地盤勘測，係香港少數掌握水平導向鑽探技術嘅承建商。自2006年起展開相關業務，2024年完成全港最長嘅水平導向鑽探孔，長達1300米。近年更積極拓展新領域，投資躉船，進軍海上勘測工程。自2017年起，鑽達開展工字鋼樁及炮機等地基工程業務。隨住成功納入發展局認可專門承造商土地打樁類別名冊，營業額穩步上升。鑽達成立當初係主要支援建榮地基業務嘅部門，經過差唔多30年，憑住各位同事嘅努力同埋奮鬥，我哋慢慢成長起嚟，變成一間獨立運作、業務多元，而且擁有超過100個員工嘅承建商。展望將來，我哋會繼續投放資源響新機械上面，積極發展新技術同埋努力開拓新業務，不斷提升我哋嘅競爭優勢。永豐於2018年加入集團，承做地盤平整、臨時擋土支撐、裝模、道路渠務及上蓋工程，全面強化地基配套實力。集團即使喺艱巨多變嘅市場環境中營運，過去10年都能夠錄得盈利，並持續向股東派發股息。營業額由15億港元增至2024年超過24億港元。為配合業務增長，集團積極添置機械，上市至今已投資超過7億港元，強化裝備。2020年，集團更斥資近2億港元購入流浮山15萬尺地皮作長遠倉庫用地。集團座右銘 Aim to be better， 鼓勵員工持續進步，提升技術。為此，建業建榮學院於2022年成立，推動培訓、科技應用與知識管理，由汪學玲教授擔任總監，全力領導學院發展。學院推出施工程序培訓，涵蓋5大部門，製作多媒體教材作員工培訓之用，全面將施工標準化，實現安全與品質兼備。喺下一個10年，集團會加強科技應用，為提倡全民學習。學院將於2025年推出 e-learning 網上學習平台系統，方便員工參與各類培訓。集團將加大 AI 及 BIM 投資，提升工作效率、施工品質，以至工地安全。建業建榮一直秉持真理、公平、自由嘅核心價值，為每一個客戶提供優質嘅地基工程服務。上市10年，集團堅持以人為本，積極投放資源，幫助員工喺建業建榮呢個平台成長、進展所長。我哋堅信員工係集團最重要嘅資產，能夠推動公司持續進步。未來即使經濟環境會有高低起跌，集團都會堅守信念，與所有員工共同克服挑戰，達至10年係里程碑，更係新起點。建榮人將繼續懷住使命感，以誠信同汗水扎根香港，築建未來。建業建榮控股有限公司邁步10年，榮耀同行。